看世界来关心以色列加巴勒斯坦的冲突是愈来愈严重，双方继续对加沙走廊发动空袭。巴勒斯坦的武装分子伫11日时向这个以色列发射一连串的火箭弹，那以色列是用反导系统当场拿炸落来。以色列的警方发声明表示讲，这个火箭弹可以拍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一栋大楼。拍到一栋大楼了呢，造成一死2伤的，依照路透社报道，这个加沙走廊流血连续几啊天，轮流有战火，造成当地上无30个人已经无命。就算埃及已经出面伫朝啊，也毋过双方的武装团体共款继续战。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表示讲，差不多50万名以色列的国民已经被命令去到避难所来避空心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